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即时咱来吟唱，伫早起时，伫礼拜中咱要吟唱的诗歌《圣诗第211首》。请咱来听琴弹一遍。来，咱做伙来吟这首，拍算咱中间真侪人有识，总是真久无吟的歌吼。咱做伙来吟来，求预备来，求上帝发出你的光，以及你的真心。来引导我修高行动，盼甲天边亲密。我想咱大概无啥熟这条歌，不过这条歌已经真久，在古圣诗就有啊，所以咱来读一遍这个第1节到第2节的歌词，吼，做伙来读来。求上帝发出你的光，以及你的真实，来引带我上到圣堂圣堂，通甲天父亲密。第2节吼来，我真爱到上帝祭坛，我心就会欢喜。我要弹琴出声唱歌，学了上帝仁义。来，咱来吟第3节吼，来。我预备来，我心写书欢乐忧闷，你着望上帝，我要顾美了神，伊是我的天父。这条歌是对诗篇来的，所以诗篇的诗人教咱爱安尼来仰望伊讲，不管安怎，伊是我的天父，伊是我的救主。这时，我要邀请咱搁来献开圣诗第306首。圣诗第306首，咱进前嘛有吟过。这条歌其实是一个重唱的歌，所以等一下第1遍吟了，我要邀请献歌队来吟这个第2部的部分。好，第2部的部分来哈，咱做伙先拢来吟一遍啦，好来。预备来，我的心里着了主，着了主眼光闪亮，我的心里唔通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着了主，我主，我的心里着了主，我的心里着了主。有了主眼光闪亮，我的心里唔怕袂记，一切好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着了主，
主，我的心里着落主。这条歌其实只有一节，总是我要邀请咱社会的好吉长老等一个咧吟的时阵，来当吟3遍，还是2遍以上啦吼。第2遍就请信歌队加入来，吼第1遍咱会当做伙唱，第3遍咱会当吟到上尾。愿上帝帮咱，互咱的心不管安怎，拢通学落主。请咱准备咱的心。各位兄弟大平安。咱要开始今日再聚会，请照讲。地极观为荣光归于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请咱做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第211首。请咱起立。求上帝发出你的光，以求你的真实，来引带我走到行动，通家己的亲密，我真爱靠这段，我心就会欢喜，我要赶紧出声唱歌，哦，上帝仁义，我心写书欢乐有。
上帝，我要鼓的主，伊是我的天父。信用告别，请咱做伙来念公读使徒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伊本丢彼拉多入来受苦，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话，上天。打一日全能的父，上帝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给我，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来启应文第45篇。至圣者问：恁有甚物人亲像我？恁举目看天，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因的数额。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雅各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竟唔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未也未先。亚神的人，伊福音有元气；少年人拢为亚神。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为重新得到气力，因为亲像鹰鸟气势飞悬。请咱做伙压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搁一遍保守阮众兄弟来到你的圣殿，我们伫遮来敬拜你，要来学到你，特别我们感谢你。只是阮也为着阮伫生活中间无意间所犯的罪过，天父上帝认罪悔改。因为天父是看阮的内心，阮恳求天父是阮怜悯，赦免阮的罪，就着主要所基督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过。这是我为着阮的国家来献上代祷，恳求你的圣神保守束缚阮台湾的政府首长官员有智慧，用主你的公义信息来治理台湾这块土地，也保守台海两岸的和平。特别，阮这时也要感谢你，赏赐阮桃园教会，这是一个大楼的教会。阮相信有天父你美好的旨意伫当中，愿阮教会的事工，拢会使来好好做你的心意。也愿圣神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愿天父上帝祝福伫阮的教会、阮的牧者、阮的长职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同心合意宣扬主的福音，彼此相听，互阮的教会成做社区颂扬人的帮站。这时，阮也为着病厅中的兄弟来献上代祷。天父，你是耶和华拉法，你是医治的神。愿恳求亲爱的天父上帝，你是阮人民医治，圣神坚固阮兄弟，互阮有信心来听调伫你。因为天父，你是阮的石盘，是阮会使坚心倚靠你的。
阮即时啊，为着兄姐因家庭中拄着死实现场大倒，恳求圣神保守安慰夫妻家属。当每一摆咧参加告别式，搁一摆提起阮，伫阮有限的时间甲性命，应该爱为着天国的愿望、上帝的国度，为着要得到未朽坏的冠冕，为着要得到天顶的奖赏来跑走。恳求亲爱的圣神也保守带领阮今仔日的聚会，拥有阮牧师的喙，互伊所透放你圣经的话语，为激励兄姐，会使更较明捌你，更较热心服侍，传福音，做天父上帝所欢喜的囝儿，来迎神益人。我也感谢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祈祷感谢，拢是奉耶稣基督圣主名来祈求，阿免。这时请咱来看圣经路德记第3章第1节到第9节。路德记第3章第1到第9节。伊讲：我的查某囝，我拣毋着甲你找一个安心的所在，互你享福嘛。你家里的女婢做阵的波阿斯，伊拣毋是咱的该亲嘛？看啊，伊今暝破大马，伫五角场，你着洗身躯、抹油、换衫，落去到五角场，总是毋通互迄人认着你。听候伊临食明白，到伊倒地的时，你着斟酌看伊倒的所在，就入去掀伊的骹所架的，倒伫遐。伊要甲你讲，你所着行的，伊讲你所吩咐的，我拢要行伊。伊就落去到五角场。拢照伊大家所吩咐的行，波阿斯临食明白，心欢喜，就去倒伫麦堆的边头，伊就踮骹入去掀开伊的骹所架的，倒伫遐。到半暝，迄人着惊，变身无拍算，有查某囡仔倒伫伊的骹遐，伊就讲。你什么人？因讲，我是你的女婢路德，请你用你的衫躯来嫁你的女婢，因为你是我的该亲。这时咱要来请圣歌队献诗，因俄罗因是今仔要献的是主是平安。
正道，今仔牧师的题目是投靠上主的人，投靠上主的人，请牧师。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对差不多5月中开始，我差不多逐礼拜拢参加一场告别式，大部分拢是我主持甲主理。每一遍，特别是进前的即几工，拄好昨昏甲昨日连续2场。咧参与这个告别式的时阵，互我有真深的感受。就亲像昨昏我甲军医兄甲查某囝做伙咧讲的时阵，我讲，就亲像有一句话讲：意外甲明仔载，倒一项先来，毋知。总是，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咱知影性命的有限，嘛知上帝互咱有的这个性命实在是真宝贵。互咱有喘气的时阵，会喘气的时阵，就爱感谢上帝。所以我要邀请你伫早起时，就边仔也是头前后壁的人讲感谢上帝，咱搁咧喘气吼。爱知影，搁喘气是一种祝福哦，真的哦。爱知影这项代志哈，搁咧喘气，即句话其实嘛是无论不能主因互相请安的时阵会安尼讲，安尼叫做平安啦。搁会喘气，就表示平安啦。所以真特别，总是愿上帝真实的平安，就甲咱不管伫倒位做伙伫地，请咱做伙来祈祷。助力人民院，人民院人确实是有限，阮有有限的时间，阮有有限的人生。总是主，阮知你是无限，因为安尼，阮要倚靠你，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互阮真正知影，伫阮生命中所拄着的，有上帝你特别的旨意，有时。阮艰苦心，有时阮欢喜，总是求上帝拢帮助阮，互阮知影，阮爱倚靠你，阮向你献上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20世纪有一位真出名的灵修学者，叫做卢云。卢云捌伫伊的册顶头安尼写，伊讲有一遍。我一遍看到一个石匠，石匠，石匠，伊拄咧真拍拼，摕伊手中的鸡丝头仔咧雕刻一粒大石头。伊先将大块的石片来写落来。迄时我伫边仔咧看，心内底想，这粒石头一定真疼。这个石匠是安怎要伤害这粒石头呢？总是当我耐心留落来，继续看，渐渐，一个姿势美妙跳舞的人，伊的身躯就伫迄粒石头顶头来出现。亲爱兄弟姊妹，这拄咧对咱讲一项代志。咱会真习惯起墙来想讲，安尼叫做保护家己，为着要防止别人伤害咱。总是上帝往往照着发生伫咱身躯顶头的目屎以及苦难来雕刻咱。迄时，当上帝咧雕刻咱的时阵，咱会痛苦，甚至埋怨上帝、怨叹上帝。总是咱也愿意渐渐接受，为家己，咱爱知哦，咱毋通只是为别人祈祷尔，咱嘛爱为着家己的心来祈祷哦，为家己的心持续来祈祷。检采就会互咱看会出，原来这就是疼咱的主持续在做工。
如云安尼写，伊讲听的上帝咧对我讲，你爱看清楚伫你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这是我所想事，爱感谢，互你生命遐个石头落落来吧，来吧，这个是要塞你出今仔所讲的舒适圈，要塞你出迄个你感觉真爽快、真舒适的所在，并信心来行，上帝开你的心吧，将你公硬的心换做上帝迄粒柔软的心吧。这就亲像路得记，一开始拿俄米是一个怨叹的人，伊痛苦怨叹上帝，家己所经过迄款的失落。确实，咱嘛真歹伫别个所在找到遮尔无毋茫路得记的开始。伫第一章，咱一开始就读到一场的饥荒，然后一家死3个查甫，留3个寡妇，然后因活迄个时阵是一个无政府状态的乱世。对有一寡人来讲，埋怨上帝、怨叹上帝这样代志，检采是无敬虔，甚至是亵渎上帝。总是咱爱知，伊是迄位会容允咱怨叹的上帝。伊知影人的怨叹有可能是遐个对上帝认真的人上真实的个别。伫圣经内底，既然完全将伊的主权交予上帝的人，拢捌上帝来控诉，甲伊争论，甚至甲伊相演，就亲像熬受气的约拿，认真的亚利米，或是固执的约伯，拢是安尼。随上拿俄米也伫这个行列顶头，总是当路得带波阿斯真慷慨福音的麦穗满满回来的时阵，拿俄米迄个拿石头的心就开始来落落来，因为上帝已经回应迄位空空回来到故乡伯利恒的伊。路得记第3章第1节到第1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现在做伙来读来。路得的大家拿俄米甲伊讲：查某囝，我应该为着你找一个好的归宿，互你有家己的家。拿俄米关心路得的归宿，这字伫原文毋是厝，毋是家的意思，是安息、落脚、安息有关系。就亲像迄个关伫大船顶头的拿阿，伊想要知影，因为关的嘛，伊想要知影讲啊水是毋是摕啊，所以咱爱知影迄只大船无做篷，无做桨，无做迄个会当过的吼，拢无哦。迄只大船做起来，拢遮个拢无做，然后拢关的，因伫内底拢关的。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伊要知影水是毋是摕，就将粉鸟来放出去。所以咱读到创世纪第8章第9节是安尼讲，咱做伙来读出来，现在来。毋久，粉鸟找无歇困的所在，就飞回来大船拿阿遐。迄个歇困的所在，其实就是归宿啦。咱今仔读共款共一字，用的就是共一字。所以，其实有另外一个翻译，可能更较接近拿俄米伫遮所讲的话。伊讲：我一定爱看到你安定落来，才会放心。好，这句话可能会当安尼翻译。拿俄米毋茫路得找到安定落来的所在，更较毋茫伊的性命得到福气。这毋是指路得会当对寡妇变贵妇。伫当时，以色列社会内底，
身为寡妇无依无倚，难免伊的命运坎坷。假使伊也会当甲一个有钱人、有名望的人结婚，确实会当改善即款的处境。总是若安尼想，检采嘛误解即字原文的意思。因为归属即字除了安稳、得到福气、得到欢喜，嘛包括迄个代志会做了好、做了彻底、正确、完美的意思。因为安尼，真侪人咧解说即段经文的时阵，会认为拿俄米是设计路德，爱伊去找波阿斯通做伊的归属。总是旧约的学者。这华信的老师胡伟明老师，伊指出另外一种可能，嘛是对这字的原文的意思来看，有可能纳尔比爱路德是波阿斯求一个职位，求一个工作。路德记第3章第2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你会记住无？甲你做伙做工，迄个女工的头家波阿斯是咱的亲情。我甲你讲，今暝伊会伫五角场跋大马。古早以色列人咧收割的时阵，有几个步骤。第一是查甫人会用刀来割遮的迄个麦啊，然后第二，迄个妇人人会缀伫查甫的后壁，就去将遐个来绑做一捆，绑做捆，然后刷落去会用精丝或是车运到五角场，然后伫五角场内底有几个步调，第一个步调就是有的是用精丝，就拖一个会当带过遐个未遂的物件。搁较古早有用迄个棍啊吼，去来拍。嘛有一种是用石轮咧来带过，先来带过，互迄个麦啊，甲迄个壳会当分开。然后呢，因有一个真特别的步骤，就是因会用一个迄个叉，甲咱遮是无啥共款，咱遮是粪机吼。然后因遐是用一个铲子啊吼，将迄个这物件拢来牵去迄个空中，啊是安怎？是互风将迄个杂质来背走，留落来袂碎。上尾是用台啊，就是迄个台啊吼，安尼。换一句话来讲，对粗的先福气，然后用台啊、米台啦吼，会当慢慢拄去这暂米，上尾较装地，准备运送去仓库。好，大概是安尼，这3个步调。所以纳尔比伫遮的话是咧讲，这个时阵修行已经到上尾的阶段，遐个未遂拢运到迄个五角场内底，然后伊准备要互风去吹走，所以遮个查甫会伫迄个五角场内底吼用起来。啊，伫暗时金暝，其实原文的意思是黄昏。原文的意思其实是黄昏。原因真简单，就是巴勒斯坦热天的时阵，差不多4、5月，这个骹斗，风会对下晡时的4点、5点的时阵就开始吹，吹到日落。迄个是当地的气候。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迄个波阿斯会伫迄个时阵出现伫五角场顶头，然后。真个因安尼做了后，总是爱有人固守，所以波阿斯应该毋是逐暗拢去，总是即暗伊拄好轮到伊伫迄个所在。
路得记第3章第3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好来。你着洗身躯，抹香油，穿水衫，然后落去五角场。毋过，迄个人食饱啉煞以前，毋通互伊认着。好，那米刷落的吩咐讲，爱路得备办家己。迄个洗身躯，咱爱知影古早人毋是逐工洗身躯哦吼。洗身躯是一个真浪费的代志，古早人绝对毋是哦。迄个绝对因遐无亲像咱遮尔方便哦。古早人毋是逐工拢咧洗身躯哦，所以洗身躯是表示要面对一个正式的场合。洗身躯穿水衫，这个衫其实是大衣大衫的意思。有的人有较过头宽色，就来讲哦，那米是爱路得穿新娘衫吼，其实毋是哦吼，只是穿一领水衫大衫。换一句话来讲，洗身躯抹香油是古早的妇人人因要去赴宴席正式的场合，或是节期的时阵备办的过程。咱爱知影，路得是寡妇，伊平常时应该穿寡妇的装搭。咱爱知影，古早的妇人人是安尼吼，因穿啥，咱就会当认伊是啥物身份。寡妇上好认，就是伊穿的一定会是寡妇的装搭。所以换一句话来讲，那米是爱伊摕掉平常时所穿的，然后正装去。正装去，迄个外衫，原文叫做真宽的长袍，目的是无要互波阿斯认出路得有伫遮，爱等伊食饱啉煞，才开始采取行动。所以伫迄个进前，路得爱有耐心。路得记第3章第4节刷落去，那米搁这个吩咐，真特别哦。咱来读这个经节来。伊倒落去困的时，着看清楚伊倒的所在，然后活去，掀开伊坎骹的外袍，倒伫伊身边，伊会甲你讲，你着做大事。迄个倒伫伊身边，有可能未来会改做倒伫伊骹下，因为原文就是安尼，毋是身躯边哦吼，请爱记住，这有点仔差别。咱拢知影，倒伫人的身躯边，甲倒伫骹下无共哦吼。这句话嘛是那米吩咐内底上要紧也上趣味，也引起上侪人讨论的所在。那米爱路得听候，等波阿斯，随上嘛需要等所有的人，其他的人拢倒落来，无互人发现的时阵去倒伫伊的骹下，因为骹甲倒落去。拢暗示，随上是暗示，有的人讲这叫做明示啦，叫做发生关系，迄拢有明示、暗示的意思。随上原文确实有这个暗示，所以那米的吩咐真容易互人读到伊爱路得冒险甲波阿斯发生关系。随上足侪学者拢安尼解释。我毋知影咱读的时阵，咱会安尼解释，但是事实上，真侪人拢会安尼解释，就是发生关系，生米煮成熟饭啦。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吼。简单来讲就是安尼。实际上，伫当时迦南的外邦人，确实会利用修行的时阵，进行淫乱的行为，甚至来当作是宗教庆典的一部分。总是以色列宗教完全无同，因为以色列宗教内底，上帝认为修行是神圣的，是上帝所予人的，绝对无可能允准伫五角场顶头发生这项代志，予人发现的时阵，甚至会予人拍死。所以那米的本来意思，若是爱因发生关系，那安尼伊冒险真大，伊冒真大的风险。
因为伫波阿斯进前，因佫有一个佫较近的亲属，迄路德记第4章第1节就出现啦吼。对，换一句话来讲，伊毋是，应该是迄个佫较近的亲属来赎伊啊，来买赎伊，来带伊遐底啊，来照律法来讲是安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路德若要对即家来出嫁，第一个对象毋是波阿斯呢，毋是哦。然后这项代志若露现，若互人发现，就算做是侵害着这个更较近的亲属的权利呢，需要接受律法的制裁。相时这项代志若真正安尼发生，路德本来受大家敬重、支持、甲欢喜，这个拢会消失，会互因的处境更较艰难。所以上有可能的是，拿俄米爱路德正宗去，爱伊去求一个职位。咱爱知影捡若缀伫人的后壁捡袂随时来伤辛苦啊！一冬内底，随上阁只有2个月的收成，啊，你就是捡真多，迄个收成真多，超过想象，才有法度挡一冬。2个月尔咧，迄个2个月收成，才有法度。所以，若安尼，既然若想要留落来，就爱找一个更较安全、稳当的环境。所以一开始路德就咧甲咱提醒啊，迄个路德记圣经就甲咱提醒，路德时常甲波阿斯才会女婢做伙做伴来工作。所以透过暗暝无人知的时阵，探伊倒伫遐，然后私底下请求伊一个要求，讲啊，我来做你的女婢，安尼。这个行动对现代人来看，检采感觉真奇怪，总是伫讲究辈分伦理的古近东社会来讲，真明白，因为照看。波阿斯的年纪应该大路德不止1起年，照看是安尼，不止1起年哦。所以波阿斯是较年长的人，咱来读到伊后壁，咱就知。所以诚做亲族长辈波阿斯知影路德的友好，也对路德有袂歹的印象。所以，伊私底下若找到机会提出这个要求，应该袂拄到拒绝才对。路德记第3章第5节，刷落去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路德伊讲：你甲我讲的，我拢会去做。咱爱知影，路德是行动的人，总是毋是戆的呢？伊毋是戆人呢？伊听到拿俄米即时的吩咐，伊知影，伊心内底知影这是极大的风险呢。检采咱会有价吼，咧讲故事的时阵，咱会有价讲，伊会提出反对，然后会提出讲，若安怎发生安怎，我就安怎，对无？咱会烦恼对无？咱会提出反对。总是路德也是一位决心守约的女性。伫大家的面头前，伊已经有誓约啊，所以伊就决定要顺服。路德记第3章第6节，刷落去安尼讲，伊真正就照安尼去哦。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就落去五角场，照大家所吩咐的一切去做。咱来知影，伫士师记内底，互人称作大能勇士的基甸。伊毋敢伫迄个五角场顶头咧拍这个大马，伊去伫五角场顶头2遍。这基甸是安尼哦，伊是伫五角场内底2遍用羊的毛来刺上帝呢。换一句话来讲，上时咱伫旧约内底，咱摕到五角场。其实就是上帝人显现，要甲人交通的所在。所以换一句话来讲，
上帝伫人工课的所在，迄个所在是神圣的，是圣洁的。所以，迄个我甲条是上帝百姓当时看做是神圣伊要临在的所在。罗德记第3章第7节 A 段刷落去安尼讲，咱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波阿斯食饱啉煞，感觉真爽快，就去倒伫麦堆边。甲基甸无共诶，基甸毋敢伫五角场拍五谷未遂。波阿斯毋是哦，波阿斯真安然、真自在，伫五角场顶头做工歇困食饭了后，就倒伫迄个麦堆诶边仔。就伫遐歇困。原本照纳尔米的计划，可能是爱路德伫波阿斯也未困去进前，就去遐密伫遐，然后提出伊的请求。想袂到计划赶袂着变化。迄个路德去的时阵，一个就困去啊！波阿斯一个就困去啊！所以路德记第3章第7节尾段刷落去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路德就踮脚去，掀开伊坎脚的外袍，倒伫伊的身边。我拄已经讲过，迄是叫做脚下，倒伫伊的脚下吼。所以迄个踮脚就是迄个真踮脚吼，就是小心的，就是要卖互伊咱爱知影，伫即暝路德是放下做查某人的自尊，无可能互人误会、摆脱、拒绝，甚至互人轻视的危险。伊静静地倒伫波阿斯的脚下。总是路德的顺服，毋是因为伊无选择。只好软者委屈，路德的顺服是出于伊的自主勇敢的冒险。因为后来咱对波阿斯所讲的迄句话，咱就知路德毋是无别的选择哦。波阿斯安怎讲？路德记第3章第12段，波阿斯是对伊安尼讲哦。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无论善恶，也是好野的少年人。你拢无甲因行，迄个行伫台语的意思有迄个甲伊做伙的意思。所以波阿斯后来其实是安尼讲，伊知影路德毋是无别的机会，或是选择，总是路德并无用个人的介意来做标准，更加无用考量家己的利益为主来做选择。伊顺服纳尔米的话，甘愿去成全伫上帝律法内底所予伊甲波阿斯的这个关系。路德记第3章第8节刷落去，安尼讲，咱来读这段经节，对，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半暝，波阿斯翻身，看到一个查某人倒伫骹边，着一惊。这个着一惊吼，我毋知影咱等捌半暝去互惊着，醒来迄种。迄原文字面的意思叫做“互鬼惊着”啦。真诶哦，吼，就是迄个传统的意义，就是意思，就是真正敢若互鬼惊着共款吼。所以这个时阵是惊着吼，互鬼惊着。波阿斯，咱拢知影，人咧困吼，绝对无可能穿真好势，对吧？人咧困无可能穿真好势，半暝突然间醒来，穿无好势，上时有可能，咱爱知影当时的人咧食，咱大多已经读到迄个伊咧食啉煞对无？通常迄时阵的人咧暗顿咧啉，毋是啉水哦，是啉酒。古早人迄个时代的人啉酒比啉水较清气。因为水无过滤过，迄无亲像咱今仔日的水哦吼，
咱今仔自来水的水拍开啉，其实无的确会出问题。总是当时的社会是酒比水搁较清气，所以通常因食饭的时阵是配酒。因当时食饭的时阵是配酒，所以咱会当想象波阿斯的反应。啊，我是咧做面梦是无？啊，我有啉遮醉吗？咱会当想象伊的反应哦。伊诚做别离型当地真正直有面貌的人，啊，太可能发生这种代志啊！突然间。拄啊一个负责人拄啊倒伫下骹的，啊，所以伊惊一条啊，因为安尼，路德记第3章第9节，伊就问，做伙来读这条经节来，伊问讲，啊，你是啥人啊？咱即句话爱有一点情绪。伊问波阿斯咧问的时阵，肯定充满犹豫不安，甚至也。插一点仔惊吓，甚至生气嘛有可能。就亲像最近迄个性骚扰事件伫台湾时常咧发生对无？啊，若查甫的，才有可能互查某囡仔性骚扰，嘛有可能嘞。要利用这个丑闻，要来害我呢？是毋是安尼？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啥物货拢有可能。所以波阿斯的问话，路德一定爱回答。路德记第3章第9节尾段，路德就安尼应。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落来。伊应讲：我是你的女婢路德，请你用外衫来看你的女婢，低应我，因为你是阮的至亲，有义务延续阮的世系。咱来知影这项代志，就无伫拿俄米吩咐的范围内底，因为伊对路德讲：“你爱安怎做，却无介意安怎回应，对无？”伊吩咐并无介意安怎回应哦。实际上，整个的这款的场面超过拿俄米的想象，特别一开始拿俄米的吩咐就真无明确，因为。伊讲：“你若穿好啊，掀开啊，倒伫遐，然后安怎？伊会带你讲你着做的事对无？一开始伊是安尼讲哦。啊，这个时阵要安怎？这个时阵要安怎？咱爱知影，照古代近东的习俗、习俗文化，用衫具咧热砍一位寡妇，就是公开表示我愿意娶伊做某的意思。”换一句话来讲，路德可能嘛误解拿俄米原本的意思，因为伊是咧波阿斯求婚。这句话的意思是安尼哦，伊是咧波阿斯求婚，因为迄个衫，迄个外衫原文是复数，这甲波阿斯第一遍看到路德的时阵。波阿斯甲路德祝福讲，路德记第2章12节，你来上主以色列的上帝是果的避难，迄个是果加衫具其实是共字啊，听有意思无？所以路德是巧妙用波阿斯所讲的话来回应。伊用一个真优美，上时是一个字共两个意思，一个是实是果，另外一种意思是衫。这种话来回应表达路德心内底真实的意愿。有真侪人认为这个代志是拿俄米真心的设计。掠做路德，因为伊生活真困难，利用暗时加肉体强迫波阿斯来就范，这大大误解路德记，
因为路德伫这个所在突然间出来自由意志，因为伊毋知影要安怎，因为大家无讲啊，伊毋知影要安怎，总是伊有一个自由意志，就是主动求婚啊，是伊坚持主动的作为。啥物人咱讲女性袂当求婚的，当袂使。负责人当袂当主动打查甫讲啊，你爱娶我，当袂使。啥物人讲袂使？啥物人讲袂使？伫路德的身躯顶头，咱看到伊有一粒毋愿做受害者主动告别的心，总是伊会得到啥物款的回应咧？迄就是后礼拜咱要读到的故事。歹势，迄叫做下集继续收看。这就是咱后礼拜要读到的故事啦。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伫上帝这么大伟大的故事内底，路德的行动咧对咱讲，咱无需要只是被动来用阮这代志临到尔，嘛无表示讲咱爱盲目来顺服。所以我听到真侪牧师讲，叫做顺服就是盲服。我有部分赞同，但是咱爱会记起一项代志：顺服，毋是顺服这个牧师所讲的尔。了解我意思无？毋是顺服这个牧师，咱的顺服是顺服上帝，连牧师嘛同款。所以，迄个解说，假使咱也无清楚，咱爱细字。因为牧师嘛是人啊，咱的顺服是得到福气真要紧的过程，总是毋是顺服人。所以，真做外邦人的路德，伊本来是受摆脱伫上帝应允的约以外，总是当伊勇敢要行出别人所界定的迄个角色。就是搭伫身躯顶头的标签顶头，路德身躯顶头有几个角色，叫做新妇仔、摩押人、捡袂水的。当伊勇敢要行出迄个界定的角色的时阵，伊就进入上帝的故事内底。当路德主动讲出家己的心意，我相信伊必然会互人。嘛会互上帝听见。诗人是安尼讲，诗篇146篇第5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靠雅各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毋忘。诗人咧对咱讲，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伊是一位持守约定的上帝，伊要甲遐个受压迫的人、夭饿的人、受关的人、看无的人徛做伙，伊要饲因、偷放因、扶持因，甲因做伙经历生命中所有的痛苦、困苦、哀伤的时刻。上帝甲遐个无关系的寄卡的孤儿寡妇做伙伫地。诚做因的保护、扶持甲帮助，伊要甲因做伙经历生命中每一个孤单无伴的时刻。我相信路德这位投靠上主的人，伫历史顶头已经得到祝福，得到伊的答案。但愿你甲我做伙仰望上帝，投靠伊。这就是咱的福气，请咱做伙来祈祷，求上帝帮助阮。阮知你是拯救的，伫你历史的中间，阮有时阵
受到阮生命中最最的捆绑，阮互者的身份、互者的状况所捆绑。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知影凭信心来行的道理。求上帝帮助阮，互阮勇敢投靠你，因为阮知伫你遐，阮才真正有福气。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请咱来吟圣诗第306首。咱来做伙吟圣诗第306首，咱要来唱3摆。请咱起立。我的心里掉了主，掉了主眼光鲜妙。我的心灵倘袂记，一切何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掉了主眼光鲜妙。我的心里不通袂记，一切何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掉了主眼光鲜妙。我的心里不通袂记，一切何事是主所行。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我主，我的心里掉了主。请坐，即时来奉献，请文人执事甲启芳执事。只喜欢高你相见，仰叹悲受困顿。虽然无达也不前，愿你甘来阮所愿。
归。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收拾阮的一切。阮知影是你收拾，阮才有遮的所有一切。求你帮助阮所奉献的一切，拢会当有利伫你的家里、你的教会。啊，求你帮助阮，咱所做的一切决定，拢合主你的心意。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圣主名求，阿门。请坐。这是来报告，请咱先来念今仔的金句：靠雅各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诗篇146篇第50，请咱做来念。靠雅各上帝帮助的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诗篇146篇50。靠雅各的上帝帮助人，真有福气。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诗篇146篇第50。报告就是咱即个周报内底服侍部分，请咱的兄弟来看。周间的聚会游玩，请咱的兄弟注意这周间的聚会时间。奉献的部分有啥物问题，请往咱的办公室来，会使甲咱查一下请咱来看今仔的消息报告。公告2023年这个临时的迄个和会会友名录，甲中一个有选名单，请兄弟去4楼的公布栏来看。教会消息，主日学成人班成人的查经班甲这个进前班伫7月初2要恢复上课，请兄弟做来学习。即马组织长了依然是这个讲师这个时间请咱家己看者成人的查经班每一礼拜日的上午，请咱看这个时间表。第2023年的这个 Summer School 迄个爱呀幸好有你，咱的活动的时间是伫7月5日，就是拜三到礼拜。这个活动的对象是这个暑假后要升小一甲国一的学童请咱鼓励咱的这个细囝踊跃参加。活动的地点就是伫咱的教会，只有报名的这个费用甲方式有缘请咱兄弟家己来看。具体消息，会友陈阳洲弟兄已经伫6月16日，就是拜五伫这个桃园殡仪馆有举行这个告别礼拜，请关心代祷甲安慰遗族。本会这个陈阿全弟兄，就是陈君义弟兄的父亲伊昨伫咱教会举行告别礼拜，伊话请咱兄弟关心代祷甲安慰遗族。第三，主内詹玉英牧师娘伫本会牧会蔡林义牧师的夫人伊伫5月20日孙梦主运调享年90岁，5月27已经完成火化，伊要定伫7月初1拜六上午9点半伫台北的中山长老教会要举行追思的告别礼拜，
甲安葬平安园遮来甲大家报告啊。大岛事项，请咱兄弟来看者吼，以咱有变天兄弟作为大岛，下面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来，我来补充报告几项吼。头一项我要请杨祖兄的囡仔吼会当徛起来，大家致意一下。咱有举办因伫拜五的时阵吼，有举行伊的老爸的告别式。咱求上帝特别扶持，请坐啦吼，请坐无发起啦，不用罚站啦吼，不用罚站，不要紧，坐来得，坐来得吼。请咱持续为着因来祈祷，求上帝特别扶持，甲杨祖兄伊所听的亲人做伙伫地，安慰甲扶持伫因身躯顶头，这是拜五。拜六，咱有为着军医兄的爸爸。军医兄伫头前吼，我请伊徛起来。咱求上帝帮咱嘛会当大家致意一下吼。多谢咱大家伫昨昏的斗相共，多谢吼，多谢。好，请坐，请坐。我上怀念，我昨昏其实进前我就甲咱的这个军医兄讲，我讲我上怀念的就是伊甲阿全兄。伫礼拜的时阵，就对后壁咧一路就行来。本来后壁伊讲吼，本来后壁的服侍的人，同工拢会讲吼，恁着坐伫遮就较方便，坐后壁较方便啦吼。直接去便所较方便。结果阿全兄讲，无我要来坐头前哦，我要来坐头前，伊遮看无书看有啦。所以要鼓励咱大家啦，毋是讲因为便所的关系需要坐伫后壁吼。迄欢迎咱大家来坐头前哈，吼，欢迎咱大家坐头前。愿上帝帮咱扶持也安慰。阿全兄是一位真有福气的人，97岁，97岁，真正是上帝所赏赐祝福，嘛安尼伫伊厝内底的真自然的过去。求上帝的祝福也临在赐。开达甲祝福就伫因全家身躯顶头。第二项要补充报告的，就是咱已经看到，咱开始公告2023年的临时合会会员名录。伫咱的教会内底，当咱拢会举行部分的中级改选。这个部分的中级改选，其实我要邀请咱大家爱为这会来祈祷。有时阵咱受警调，上帝讲无你着出来为我做工。所以伫教会内底，咱是看这个职位、这份，毋是要做大的，是有福气的。假使若有机会受调出来，成做上帝教会的精英同工，我要邀请咱大家，若受调的时，着请毋通拒绝。帮咱扶持祝福，互咱的教会真正日日加添开力。所以我慢慢邀请咱大家为着这项代志来祈祷，就亲像咱为着国家来祈祷共款，咱会祈祷上帝讲，毋是为着某一个领导者、某一党、某一人讲爱坐位，毋是，咱是为着这个人若坐位的时阵，通有智慧来整理甲决定要紧的代志，为着国家。相款哦，教会嘛相款，为教会祈祷，这样代志，请咱也爱放伫咱的心，求上帝特别扶持，互咱真正透过这款的过程，互伊的教会真正得到祝福。祝福车恳，请咱的吟圣诗第399首。咱来唱两遍啦，吼，咱来唱两遍。这条歌第一遍的时阵，咱会按唱你，所以是唱互边仔的人听哦。然后咧，第二遍咱来唱我，将你唱做我哦吼。
请咱起立。愿上主把仁爱永惦记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你缘同在。愿主也更偏求你应主，以宽待你。主诚心保守你对之事，到永世代。第二遍唱做我哦。我上主。我仁爱永惦我心内，主会听每时刻，甲我应同在。愿主也更偏照我应主，比宽待我。主诚心保守我对之事，到永世代。请牧师祝祷。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听通，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电乐、滑倒。
平安礼。啊，请咱往咱的厝边来讲，耶稣听你，愿你平安。